中华医术科技大学宣布建置大健康产业学院、甲永康基密病院、大林主治病院以及 ABC 家科联名等9大病院将速闭网络。那我讲这个大健康这个学院的构想是非常好，因为现在国内大家虽然医疗做得很好，但是事实上整个健康产业还是有待这个学界跟产业界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开发。那我想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精准医疗，还有精准健康，那加起来就是大健康这里面有很多实业，还有跟我们学术的一些合作、产学合作的机会，那也促进了我们整个医疗科技的发展。因为我们大林慈济医院是一个比较在偏乡的医院，在嘉义的北端。那嘉义县是台湾最老的一个县。那我们很需要说有各种长照的人才，那我们人才也招募不易所以也需要一些护理其他的医师人力来协助我们，能够把偏乡的老人家能够照顾得更好。中华科技大学里面所设的科技呢，除了跟我们的临床相关之外，也有很多照顾到我们将来比较老年银发民众的心理，包含宠物营养或者是语言治疗那在这一块呢，目前更需要一起来投入的是我们口腔的保健方面。那 ABC 牙医联盟希望能够在这一块的大健康学院呢，能够贡献一己之力。为了因应大健康学院人才的培育，中华医术科技大学集结无同专业领域的老师，为保健医疗到照护有系统的进行人才培育，再加上医疗院所的合作。会当讲是为课程培育、是不是到就业拢总包办。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医疗院所的专业的医生、护士或者是医师人员，来培育我们真的符合业界需要的学生。也希望透过我们学校的研发能量，跟这些医疗院所的一个临床的需要，共同进行临床医学或临床的健康照护的一个研究。未来学校将推动进行产学交流合作。进行大健康产业跨域人才的培育，落实区域健康照护社会责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